先来看文化的新闻哦，伫咧中华花坛白山溪的文德宫，这赢灯牌的文化是已经传承超过100年的民俗活动。即阵嘛有本地戏团推出赢灯牌演出，伫咧校园内巡回演出。老日的赢灯牌布袋戏，互大凯学生囡仔看甲目睭无转轮。去年中华县文化局甲作家康源合作出一本台语的白山溪赢灯牌绘本，了解在地文化由来。今年布袋戏团改编这本囡仔册内容，巡回学校搬戏。咱透过戏剧，透过文学，以及咱这台语的演出，希望小朋友以及大人拢对这个历史啦、传说啦、文学，拢有一个定心的这个了解安尼啦。看戏上欢喜嘛，还真趣味，欢喜过程咧接受迄个语言，安尼才是趣味啦。你若讲叫有人看册无声无影，可能会较歹。所以用个红仔册甲改做布袋戏，嘛有好处。白山溪文德宫服侍全台湾唯一伫乌西部的福地老爷，逐年元宵节举办赢灯牌活动，伫庄内了境祈求地方平安，已经传承超过100年，嘛是中华县的无形文化资产。这边的布袋戏巡演，拄好伫文德宫附近的白沙国小演出，囡仔人看戏嘛特别感动。咱即届伫学校看到的布袋戏是咧讲赢灯牌，我感觉真亲切。今日呢有机会，互1年到4年的囡仔来看布袋戏，那以这个方式呢来了解在地文化甲传统的艺术，我感觉是一件足有意义对囡仔来讲嘛足趣味的代志。学校表示，文德宫离学校干那600公尺，是同一个生活区啊。学校嘛甲赢灯牌列做重要的文化课程。即摆透过传统布袋戏演出，毋但互囡仔人学着台语，也当用多元趣味的方式了解赢灯牌的由来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